所以我覺得佢首先已經係好吸引我。咁你關於酒嘅，咁亦都有三種唔同嘅品味啦。咁首先我哋講嘅咧就係呢一支 VSOP，咁佢係一支好優雅嘅一個入口嘅時間裏面，你可以感受到嘅一支好優雅嘅酒，咁同埋佢係好容易入口。咁當你去品嚐啲酒嘅時間裏面，我相信亦都係好受一啲喜歡開淺版啲嘅朋友歡迎嘅。入門版啊？入門版啊？亦都可以話入門版啦，有好多朋友對一啲譬如話布蘭地佢嘅概念上嚟，即係諗到布蘭地嘅時候，就可能一諗就諗起，哇會唔會好難入口啊？會唔會太過激烈啊咁樣？咁所以我哋嘅品牌亦都有3種唔同嘅酒俾大家去選擇，亦都頭先你所講啦，所謂入門版嘅布蘭地，佢亦都有一個咁優質嘅一個case 嘅一個味覺，俾啲朋友去選擇。我覺得我都要推介，絕對推介俾一啲開始想去嘗試布蘭地嘅朋友去嘗試呢支酒。咁跟住佢呢支酒咧就叫做 Mask of Hell。咁呢支酒嘅特別之處咧就係、當你飲呢酒咧，你會發覺佢飲落口之後咧，佢嘅餘香係好長嘅，即係你可能飲完一啖之後，你會慢慢去散發咗嗰種酒嘅香味。咁你會慢慢去感受到呢支酒嘅味道。咁然之後你就會發覺呢支酒咧係好香，同埋即係當你去飲嘅酒嘅時間裏邊，有時我哋飲酒就係飲完停低，真係去聞下嗰支酒嘅香味。咁呢支酒 Mask of Hell 就係最適合嘅。咁同埋我好中意佢嘅設計啦，因為佢呢個直條嘅紋咧，其實佢嗰個概念係嚟自冥王嘅黑帝斯佢嘅相叉擊。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支酒咧，你要去倒酒俾朋友嘅時候就好一手搞掂啦，咁樣係好就手。連個酒樽都係藝術品啊！亦都係藝術品。咁講到最後，我要介紹呢支就係我哋喺黑帝斯裏邊最勁嘅一支酒啦。呢支酒就係 XO。咁亦都可以講係一個酒，一個用差唔多接近100年釀酒嘅一個最極致、最高端嘅一個品味。咁我亦都係極力去推介呢支酒。咁我覺得當你去飲呢支酒嘅時候咧，你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點樣去享受呢支酒同埋裏面嘅細緻。咁呢支酒亦都係可以講話一句講晒，王者之酒。王者之酒。